讲到这开辟风台省长花莲的交通，即马陆海空拢投入疏运，军方协调增加台北往回花莲的航班，也启动海运吊新大马轮来支援。啊，那平湖轮含这凯旋1号对明仔载开始，也会去支援载民众。另外，讲到这长几路港的苏花路廊，对今下晡5点开始恢复专线通车，不过是有时段性的管制。啊，那讲到这铁基路，代替是希望8月初3会当手通北回线。汽车一台搁一台排几啊公里，沿道路往南行，全是排队的车辆，提早到场等待。中长几啊港的苏花路廊，伫30下到5点，总算专线通车。有点就关了，毕竟困在那边，其实快了5天了。我10点半到的，一定要去台北，有事情要办。交通不受阻碍，拢是风台来搅局。出发真侪所在放弃，灾害上惨的，核定甲中德段完成局部抢通每日3时段，开放车辆通行。这个还是有条件的。如果说状况不好，或是遇到什么问题会做一个延后或者是取消。排甲真长的景象，花莲港也发生一架发大势拖行李上船，汽机车、游览车也抢坐北返。休困区人坐甲满，甚至也有人早就来预约过登港的准票。海运输运的需求还是非常的大，所以目前我们航港局呢也积极在协调，明天会有服务员来加入。买所运人车官方启动海运调度新大马轮，来回所有港甲花莲港30岁后支援日，两地报道乘客已经超过1000人。31开始换平湖轮甲凯旋1号来转接运输，不过要赶紧有人抢坐回轮机。前面有20-30个没来，才补到我们这3个，搭船要3个小时。对，那搭飞机大概就是1个多小时。民航局也协调加开来回台北花莲班机，不过特港加班机来回各一班，开始卖就红抢了。为量体甲票价拢受关注，行政院东部办公室回应，当地整理资料，积极争取。时刻表规排停驶红字，铁路等待抢修，代替8月初3抢通北回线东正线。交通部也建议将北回铁路改线，讨论的2大方案包括原路线高架化，甲路线往西线了后改建灯门坑。北回路廊本身用人力的方式防范，好像是已经有点力有不逮的问题了哈。高架是最快啊，问题是高架是有没有办法防灾啊？当然是以效果会比较那个啦。天灾省长花莲先拄到地震，搁拄到风台，若消除交通问题，当地观光也升长。交通部回应，花莲国路补助延长到年底，国内外团体也建议增加补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